Yuki 啦，Yuki 咧就話：喂，我想問咧，你咧會唔會咧撕爛啲 fans 啲信㗎？好 hurt 我哋㗎喎，咁樣唔會點會撕爛 fans 信？我 keep 嘅啲 fans 啲信嚇，做咩啊？真嘅做乜啫？笑一甜，十分勁，打到得意真要命，是你有個勁，笑一甜，勁一勁，呢班小鬼唔定性，耶！發射站位於你情感嘅深深處，嚟自70年代廣播大氣電波嘅韻琴 When You Come。我啊，係嘛？我有成日冇見你哋咯吓，我尋日冇出現響度，因為啊，我想 take a rest， 咁所以我嘅朋友加拿大華人永遠電台嘅唱片騎師啦，廣播王子啦，就代我做咗一日嘅節目㗎，唔該晒佢。我啦就收到好多聽眾嘅投訴，話韻琴渣渣，我哋好 miss 你，同埋偉俊啊咁，偉俊有提到你個名啊，偉俊。OK， 咁所以啦，我休息咗一日啦，今日再次出現翻咯吓。而家嘅聽眾啊，好鬼死黐纏噶。OK， 睇睇今日嘅聽眾來信，有啲咩愛情嘅問題要問我先吓。可唔可以俾個 echo 我？唔該。Dear 韻琴渣渣，我嘅名字叫做文家龍啊，嘉嘉，你好啊，我係男人嚟嘅韻琴渣渣，我今年啊已經係36歲啦咁。我中意咗4個男人，同時間中意咗4個男人，一個叫阿偉，一個叫阿威，一個叫阿輝，一個叫阿咪。你覺得啊，我應該揀邊個啊？唔該晒，我係聽眾文家龍嘉嘉，2006年7月8號。文家龍啊，你乜嘢都冇提供，就問我究竟響4個男人裏面咧揀邊個好啊？呢個 case 咧都幾難答㗎，你知啦，韻琴渣渣咧就慣咗答女人嘅問題。男人嘢啦，的確都要動一動個腦筋嘅。阿輝、阿威、阿偉、
同阿咪，究竟揀邊個啦？我諗到咯，揀阿偉啦。點解咧咁？因為啦，阿偉同偉俊啊一樣都有個偉字嘛，係嘛？咁 at least 啦，阿偉都應該係一個出色嘅男人嚟嘅。嗰啲阿威啊、阿咪啊、阿輝啊嗰啲咪揀啦，係咪啊？偉俊，連偉俊呢一啲大律師咧都岌頭，就一定係公平嘅賽果嚟噶啦。揀阿偉啦，好唔好？好，今日差唔多咯，我要同偉俊去邊啊？我哋今日去翠華，係咁。